主任，你處理過咁多案例，覺得邊種牙齒問題最棘手啦？我應唔應該同佢講，其實唔係蛀牙，又唔係智慧齒，最麻煩嘅牙齒問題其實係牙周病，即係牙菌斑、牙石積聚喺牙肉下面，搞到牙槽骨不斷萎縮，牙肉一路退縮，最後成條牙腳露出嚟，跟住引發一連串問題，例如牙齒敏感、牙齒鬆動脫落，仲會出現牙縫之間嘅黑三角。佢同大多數口腔問題唔同。關鍵在於會令到幾隻牙同時出事，蛀牙爛咗可以補，智慧齒生得唔好可以剝，但係牙周病就算做咗牙肉再生或者牙槽骨修復治療，成功率都唔係太高。點解？因為呢類治療需要病人配合，做好高強度嘅口腔清潔，但係好多病人其實做唔到，所以一定要定期洗牙同檢查。如果發現牙齒有黃色牙石或者牙肉已經發炎紅腫，一定要去正規牙科機構將牙肉下面嘅牙石同隱藏嘅牙菌斑徹底清走。算啦，我都係同佢講清楚啦。